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粵語娛樂。最近傳出嘅新聞真係令人唔敢相信。講到65歲嘅萬梓良突然發瘋要急救入院，佢嗰位嬌妻都含淚公開咗真相，令人好震驚。究竟係咩事呢？我哋一齊嚟揭開真相。萬梓良當年係被譽為黑道大哥，但可能已經漸漸從大家記憶中淡出。而家喺演藝圈，佢已經成為咗過去人。不知道你哋仲記唔記得當年嗰個叱咤風雲嘅 Tony 哥，就係嗰個可以同周潤發齊名，係全香港抽雪茄最霸氣嘅男人。喺影視劇入面一叫就有人應，話事嘅男人。諗起嚟，腦海裏面就會即刻浮現出嗰個意氣風發嘅萬梓良。但係而家萬梓良已經年過花甲，境遇卻大不如前，落魄到要去內地走穴駐唱，連同太太一齊搬去內地一個小縣城定居。2022年，韓寒執導嘅電影《四海》上映，人哋就發現咗好耐無露面嘅萬梓良意外出鏡。佢喺戲裏面客串一個角色叫劉哥，駕駛小巴車帶阿耀嘅奶奶去睇雪，完成老人家嘅心願。一出場依然係嗰個熟悉嘅光溜溜大背頭，一絲不苟嘅黑西裝紅領帶，高舉右手，面帶微笑，熱情同阿耀奶奶打招呼。觀眾好似坐咗一趟時光機，回到嗰個腥風血雨嘅香港影片時代，就好似係流氓大亨嘅方錦昌向我哋招手，又或者大頭仔裏面嘅吳俊成向我哋打招呼咁。萬梓良喺四海中嘅扮相，就算佢已經唔做大哥好多年，但依然有種大佬風範。電影中嘅台詞，阿耀啊，我年輕時闖蕩四海，而家年紀大咗，四海為家，正正就係萬梓良人生嘅真實寫照。隨住佢嘅落幕，嗰個黃金嘅電影時代和港劇天下都漸漸遠去。有網友喺視頻中揭示咗佢現時嘅困境，原本威風凜凜嘅大哥，而家卻身體虛弱地四處奔波參加商演和演藝活動。佢為咗維持生計，竭盡全力嘅樣子，真係令人唔禁心疼。究竟佢經歷咗啲咩，導致佢而家嘅處境變得咁淒涼？萬梓良上個月底慶祝咗佢66歲生日。同其他好多知名人士唔同，佢揀咗一種好低調嘅方式去慶祝。佢本人穿咗一套橙色西裝，笑臉迎人，顯示出對年輕有活力生活嘅強烈渴望。然而佢嘅髮際線不斷後移，臉上滿咗皺紋，好似係提醒住大家青春唔再。時間嘅無情真係好似周星馳《逃學威龍》嗰句，時間係把殺豬刀咁深刻。好多觀眾睇完佢啲片段之後，都會問：當年嗰個大哥哥去咗邊呢？點解佢嘅生活會咁艱辛？去年有人喺酒吧見到佢唱《走進新時代》，佢嘅表演好專業，好明顯佢唔係第一次做咁嘅商業演出。今年又有家公司大手筆，斥資20萬請咗呢位重量級嘉賓出席佢哋嘅年會。佢行路時要工作人員攙扶，好容易跌倒，就好似《喋血雙雄》裏面嘅經典對白：人生如夢，一樽還酹江月，即使喘氣同流汗，佢都堅持完成演出，展現咗佢嘅敬業態度。為咗生計，佢積極參與各類商業活動，只要價錢合理，佢就全力以赴。網友對佢嘅外貌有好多評論：佢真係咁貧窮嗎？點解會陷入咁嘅困境？其實佢所有嘅成就都離唔開萬梓良早年嘅經歷。1957年，萬梓良出世喺中國台灣省一個胡姓人家，但家庭經濟困難，人口太多，有9口人養唔起佢。幸好佢又算係幸運，佢出世唔久就被送去一個萬姓家庭收養，改咗名叫萬梓良。養父母好疼愛佢，為咗佢將來嘅發展，帶佢去咗香港開始新生活。佢中學讀嘅係大埔佛教大光中學，偶然參加咗學校嘅話劇活動，
開始對演戲產生興趣，但當時佢只係想讀完書。17歲嗰年，佢考入咗香港浸會大學，成績全校第一，就好似確保咗自己一個光明嘅將來。萬梓良嘅養父母都為呢個兒子感到自豪，但係家中突然發生變故，經濟狀況一落千丈，萬梓良無奈放棄學業，開始另謀出路，承擔家庭壓力。退學之後，佢知道做演員來錢快，就去報名咗無線電視藝運訓練班。1977年，佢加入咗麗的電視，同年首次擔任男主角，主演三少爺的劍。經過幾年嘅努力，1980年，萬梓良正式成為無線電視藝員，被邵氏力捧，開始咗自己嘅黃金時代。萬梓良早年順風順水，事業愛情雙豐收。80、90年代佢拍攝咗男與女、劉萌大亨兄弟、旺角卡門等一系列經典影片，佢仲贏得咗好多獎項，包括香港金像獎最佳男配同亞洲傑出演技成就獎。喺江湖情中，佢終於演到咗心狠手辣嘅反派，同周潤發、劉德華搭戲。喺劇中，佢嘅氣場強大，每一個眼神都充滿戲劇張力。佢嘅事業曾經日日向上，但係佢嘅愛情故事同樣精彩。佢同台灣女星甜柳因為拍大頭仔而撻着，嗰份感情由工作夥伴發展到夫妻，真係好似電影嘅劇情咁。佢對甜柳話：我愛嘅係你呢個人，真係溫馨到爆燈。兩人後來又合作咗2部劇集，感情越嚟越深。1992年，萬梓良同甜柳終於攞紅娘，周星馳甚至做咗佢哋嘅伴郎。周星馳通常唔參加呢啲場合，但佢就因為萬梓良曾經幫咗佢，所以特登返嚟做伴郎。但係命運總有起伏，萬梓良嘅事業同婚姻都經歷咗挑戰。佢最終轉行做生意，但係商場如戰場，佢未能成功。家底用光之餘，婚姻亦告終結。雖然經歷咗低谷，但萬梓良從未放棄，即使係酒吧唱歌，佢都全力以赴。佢更加大方地捐款支持公益事業，即使自己生活艱難。而家佢喺內地安家立命，有個小16歲嘅妻子郭明麗，同埋一個可愛嘅仔。雖然經歷咗風風雨雨，但佢現時嘅生活都可以話係另一種幸福。大家對萬梓良嘅故事有咩感想呢？歡迎喺下面嘅評論區留言，分享你嘅睇法。今期嘅節目就到此為止，下次見啦。